新一代唔單止要追求技術嘅高度，更加要追求技術嘅深度同埋溫度。真正具備影響力嘅創新，往往係源於對日常生活嘅細微觀察同埋關懷。好高興能夠喺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Hong Kong ICT Award 迎接佢20週年嘅時間，同大家分享呢份喜悅。Hong Kong ICT Award 嘅目的係表揚同埋推廣優秀嘅資訊同埋通訊科技發明同埋佢哋嘅應用，去鼓勵本地嘅業界精英同埋企業不斷咁樣追求創新同埋卓越。更加可以講係得獎者嘅創科跳板，因為佢哋有機會獲提名代表香港參與區域或者係國際嘅比賽。冇因為想去得獎而去設計你嘅作品啦，係應該釐清你呢個作品係想解決乜嘢痛點啦。當得到個獎項之後咧，其實佢哋有機會可以有更加多嘅生意啦，亦都有唔同嘅人士咧，佢因為呢一個獎項咁啊可以咧去到唔同嘅職位去就職。學生亦都透過呢個咧，亦都可以咧有一啲更加好嘅入學機會，不論係香港同外國都有嘅。20年係一個重要嘅成傳起點，我期待睇到更多有抱負、有理想嘅年輕人能夠投身創科行業，為香港嘅創科未來續寫下一個20年嘅輝煌篇章。2026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創新啟發引領未來。